今天是天上居面临挑战的一天，准备多日的赫连王府寿宴就在今天。我们一定要确保各个环节都不出问题。姚哥，我们一定把事情办好，放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办好寿宴，扬名金陵。办好寿宴，扬名金陵；办好寿宴，扬名金陵。你怎么来了？来和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儿都等我办完寿宴再说。扬名立万就在今天啦！寿宴的时候，我父母也会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突然就要见家长了？还没有进展到这个地步呀！你这是……先留个好印象。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，手指变化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香甜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，花开了冬天。过庆典过后要跨年，别再用悲伤来勾牵，调配出哀愁喜乐，等待机缘，映出苦辣酸甜。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，眼前色香味鲜，两样俱全，感动在世间，你我心照不宣，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里面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片欢喜音乐与烧情意绵绵，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菜都做好了，还不点个追番？意外的寿宴。好，准备。阮瑶瑶，不好了！什么？除了肉，其他这食材都闷坏了。小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几天下大雨，从各地运送过来的名贵食材都做了防雨措施，结果蒙得太紧，闷坏了。小姐，现在采购食材还来得及吗？普通的菜应该还来得及，但主菜中的几样珍稀食材，怕是订不到了。订不到就不会想想别的方法吗？可，身为赫连家的小王爷，做事马马虎虎，粗枝大叶，以后你如何担得起赫连姓氏的威望？这又该如何向老祖宗交代？轩儿，不必如此苛责。老祖宗，娘，见过老祖宗，见过懿德长公主。老祖宗。哦，天有阴晴不测。轩儿，要不寿宴改期吧？老祖宗，如今请帖早已经发出去了，戏班子也在赶来的路上了。戏班子有了，老祖宗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你是？老祖宗，他是天上居的主厨李瑶。李主厨有什么办法？我要搞一个露天大 party。谁怕踢啊？李瑶，今日寿宴若有任何不妥，你可承担不起。轩儿，你就让他去办吧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没办好寿宴，我也有责任，让我给李主厨帮忙吧。好，别给人家添麻烦。好的，娘。轩儿，祖宗，你就安心迎接宾客吧。是。老祖宗放心吧。老祖宗，我们进去吧。接下来听我安排，
小景，你们家有没有小臂这么长的铁钎，或者木钎？应该没有啊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小臂长的木钎需要多少？按照宾客的数量，怎么也要1000来只吧？我能替你找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重新采购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应该不难。钟祥，你带刘其胜和蒋有礼去，数量按照宾客标准采购。交给我吧。小景，你带我去找香料。好。带我去府库取些陈年的剑枝回来。你要那些没用的剑做什么？宴会要用。又是那个李瑶吩咐的。自从你回金陵之后，便对这个天上居的李瑶格外上心。怎么，你也跟赵启轩一样，有那种心思了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关注我的事了？难道你也别有用意？你，快带我去，不要误了寿宴。你这家伙！老祖宗到！恭贺贺连老祖宗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福泰连年，万寿无疆。为了招待大伙儿，我特意请来了天上居的李瑶大厨。哦，没想到老祖宗居然请了天上居的李瑶，就是那个打败陆小天的李瑶吧？居然是他！看来赫连王府这次的寿宴一定不同凡响啊！下面请李主厨为大家上菜吧。哼，上菜！今天的寿宴，大家可以一边听戏，一边喝酒吃串儿。若在座诸位有兴趣，还能自己烤着吃。哇，自己烤着吃，这倒是挺新鲜的。是啊是啊，有没有什么讲究啊？这不就是在军营里吃过的烤肉吗？我们那会儿可就放点盐，没吃过这腌制好的呀。哦，没想到您对美食的鉴赏力那么高。那是，你老子吃过的美食可比你尿过的炕都多。走，春风，这东西得自己动手才有那味儿。春风，叮嘱你爹，不要让他喝酒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个烤肉用了特制的佐料，比军营的香多了。好吃，好吃！喂喂，咱们去给老祖宗送贺礼。给，把这个雕出来。这画的什么啊？这叫瑞兽。照你这图来，怕是雕不出瑞兽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就算了。哼！听
小景说，老祖宗爱吃水果，尤其是蜜桃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我的瑞兽你雕好没？哇，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除了我父母，我弟弟也在席位上。你还有弟弟啊？我的弟弟名叫夏纯风，前阵子刚跟父亲从边关回来。夏纯风，有别了，春风哥哥！莫非是琉璃郡主的？明月总是有花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呐？看来都喝多了。这是一家人吗？怎么画风和蠢驴一点也不一样？大洋洋，快去送贺礼吧！啊，好。天上居李瑶为赫连老祖宗献上贺礼。哦。这道菜是将新鲜的果肉包裹在糯米当中，再用模具冷冻成鳞片状，最后利用冰与冰接触后的快速凝固，把鳞片贴合于雕好的麒麟冰雕上。背部由内含青葡萄、蓝莓、猕猴桃的鳞片组成，鬃毛部分由内含草莓、西瓜的鳞片组成，鳞足的部分由内含豆沙馅以及黑糖糖心的鳞片组成。最后，我用老祖宗最爱吃的蜜桃做成麒麟柔软的腹部鳞片。冰雨夹层的糯米锁住了水果的鲜韧，让健康留在了鳞片当中。老天爷，这么大的冰雕，姚哥啥时候整出来的呀？姚哥的秘密多着呢。请老祖宗品尝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君儿，啊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我好想你。君儿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
感谢你一直守护着赫连家的子孙们，感谢你，我的君儿。王爷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是王爷，我想起了老王爷。老祖宗，居然能让老祖宗回忆起老王爷，这个李瑶之前小看了他。哼哼，老祖宗，我也给您准备了一份贺礼。哦，我们的小景终于长大了。这个叫生日蛋糕，是大瑶瑶教我做的。李瑶，啊，老祖宗，你不但帮我们赫连家解决了燃眉之急，更是让我想起了少女时期的活力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你让我们家的小景懂事了。这一点，可是连我们轩儿都没做到呢。老祖宗，小景，以后你要和李瑶多交往，不要拘于身份。若要成事，便不要在意他人的目光。若要成事，便不要在意他人的目光。难道老祖宗的意思是？圣旨到！哎，大瑶瑶，快跪下！啊，哦，李瑶听旨。哎，给我的。大瑶瑶，把头低下来。啊，哦。朕少应郡命，齐贤王五旬卓越，有女流离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哥，这说的是琉璃。闭嘴，听圣旨。王女碧玉年华，心属李瑶。啊！李瑶虽出身低微，但俊貌非凡，朕特许二人婚配，永结同心，钦此。李瑶，还不前来接旨？哦。谢，接到圣旨应该做些什么呀？哦对，谢主隆恩。走。我被赐婚了。老祖宗，李主厨受圣上青睐，理当再赏，已得去取玉如意来。这还不快去！李瑶啊，玉如意是当年老王爷给我留下的，此物祥瑞无比，关键时刻可抵消灾祸。啊，老祖宗，这么宝贵的东西我受不起的。今天我很开心，一个小小的玉如意受得起，受得起。那我就受之不恭了。先跟我走。